咱的师傅，伊拢无法度甲咱亲近哦。哦，伊拢无法度，咱做的一切拢无法度甲咱感动哦。那安尼咱家想，咱要安怎互上天亲近？咱要安怎互上天感动？所以毋通家己咱思想好多啊，伊先不甲咱讲多，是咱的思想啊。哦，咱问咱家己敢有多？先不咱甲咱夫妻讲哦，伊讲修道吼，毋是先不灵大的时阵才伫咧修的哦。修道嘛，是讲人来到佛堂的时阵才伫咧修的哦。修道嘛，毋是讲有人在甲我看，我赶紧来修道看看，毋是有人看的时阵才伫咧修的哦。修道嘛，是完全讲这是了义啊。才伫咧修的哦，是不甲咱讲呢？是咪甲咱讲得食不可随意食，离食为尊。意思是讲得是可以随咱的哦，是咱现在若是开这个道，那安尼咱就无做啊，那安尼就无做啊。那上古是安尼甲咱讲，如果看咱利用时中。时时就爱关照咱自己的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。咱看讲有不好的脾气爱改，那么各位姐姐，咱敢有无好的脾气？有啊，无法度做呢。所以无法度改做呢。为什么咱爱改脾气毛病？是啥物？因为脾气毛病就咱像乌云共款，伊掠水头的轮船就无法度发转出来。当然咱有出世无好的脾气毛病，咱才会无好的毛病，才会脾气，才会喘气。伊看准咱的慧性，那安尼咱的脾性，咱的公平，是我度真自然流露出来。所以讲道呢，就咱伫咱日常生活当中，刚刚讲咱今仔日来上班。才伫咧修道哦。那既然是讲干那来上班，他是伫咧修道，为虾米咱爱搁摕时间来离佛堂才行道理，才受着讲师互咱地方咱个为虾米？因为安那，咱修道咱讲吼，我们要摕的是条回天的路。咱修道了，咱摕着咱这条回天的路，咱是讲要嘛？要回家。对无？咱就来咱本来做家中，那前夫是安尼甲咱讲哦，伊讲佛啦，伊讲佛堂是往天堂的啥加油站，所以是放重要无？有啊，咱甲看，在遮伊若无是讲走会远，走会远嘞，无电嘛走会远哦，懂？咱讲咱要修到菜馆论定，修到了会当做完修行，会当修到咱要规空的这个当下，咱会当保持这个道心。咱若无常常来加油，咱要来中间，咱要修到菜馆论定嘛，真困难的。就感觉咱都有福报的哦，因为下尾啊，福报无尽，会使咱二老的长寿。无法无留，才是咱修人有理。但是无法有即个要加强知识，即个我听着就是讲，种种种啊有差，都有相关。那咱想哦，咱今仔是无常的当下，一个当下拢是无常的哦，但是咱来培养会当做啥？真常，会当做真常啊，真常不变的啥就是道啊。咱会当做咱家己的道理心吗？伊叫咱今仔来做，咱做自己啊。咱敢去做歹代志？袂啊！咱敢会去拍啥？袂啦因为全部拢是无咱来打起打起的。所以咱自家讲，这是有功的手脚，不如去说，咱真正做有功的哦。有可能人有个人大概要有人较听道理嘛，拢是啊。咱如果较讲的道理嘛，拢是啊。有一个领导安尼讲啦吼，
是讲吼，有一个人叫做白居易。这个白居易吼，伊问了曹相书，伊讲要如何做，要是大尊修行的第一步。然后曹相书伊是为着来度化伊的，来这当来做的嘛。哦，那这曹相书呢，伊就甲白居易讲，伊讲吼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这部片子上来各位了解。先红颜。然后导讲就是把白居易讲哦，修行的第一步就是爱护活动，就能可以那白居易他的一步为道，说啊，难拜拜，你3岁你哪难拜咯？可是要导讲就是来拜咯。伊讲虽然3岁囡仔知影讲吼，歹代志通做，若做代志加做偌无要紧。你3岁囡仔虽然个，但是有可能到80岁的老母，也是做袂到哦，也是做袂到哦。那这个就是就会白居易哦。伊基本上就是不违反起码无影响是天规律哦。共款13岁一工，哦，嘛是遵着谨遵着常念，伊嘛会记着讲伊的因缘富贵，所以无愿意要去修行。咱道讲所谓的太度化伊，伊就写一句诗，伊讲道别为官是是是非非有万千，一个八万千他绝，半世功名变为官。第一步讲啥？道是。各位同学，并用下阿个人才，阿个才就阿个阿个互咱就受伤，伊说伊管不到他，伊伊个你管不到他，无非是来讲，你说我若无非常的坚持，你嘛少靠你手人支持真的是咯。哦，你嘛上我支持是真细致哦。你若无非常的支持，当你是咧推公务的时阵，你若甲推好推歹，敢袂做结果？对咯。那这个白居易他就是修习了后，看伊智慧之所所以伊就有天方的。伊就是了后，伊就来伊太太讲我要来修行。哦，伊讲我现在吼，这个官位才是哪管，但是有时我嘛爱认识着非常，我会死呢，毋是会死的呢。哦，那我若到了认识的位时，我爱认识着这发生的事情，我打认识，所以我要来修行，将修就是我入修，哦，将修是我入修，那这个伊的太太吼。甲咱其他太太有共款，哎呦，小公啊，你若安尼讲，咱国有800斤的水饺，就是800斤的水饺，厝内大大细细拢会给你分担。当时间吼暗时吼，伫咧食饭的时阵，白居易就看到大家无注意的时阵哦，伊偷偷甲人就分发。分发了后，就去骂伊的太太。去骂人家讲，吃东西食，哦，你大家就分我，你讲这个年代，哇，这太太吼，甲伊的拢赢拉啦，哦，就讲吼，老公爱骂的咯，哦，到今天我就讲，无啦，伊是我分的啦，哦，囝讲毋是伊分的，某嘛讲毋是伊分的，那伊上细汉这个囝吼，伊就较惨，因为平时啊人讲吼，老爸拢食几只。伊就甲伊爸爸比哦，阿爸，你因为拢人讲吼，做人就爱安怎？诚实呢，爱心就袂使讲白讲呢。阿爸你是安怎？